咱台湾伫咧国际搁再互欺负啊！咱台湾也是会员的全球性法官组织国际法官协会，今年伫咧亚塞拜然举办第67届年会。不过，咱的法官协会代表团呢，无摕到签证或者是入境许可，也无通知讲台湾袂当去参加。团长林依伦法官就直接飞到现场，说当场互遣返回来。咱的法官协会就发出声明，严重抗议。咱的外交部呢也谴责亚塞拜然的一中原则。It is a pleasure to have you all here to discuss judicial independence, which is the pillar of democratic society. 2023年国际法官协会 IAJ 让24年，搁伫台湾举行第65届年会，当时担任总统蔡英文亲身出席开幕致辞，欢迎90外会员国的法官来台参与。今年轮到西亚国家亚塞拜然举办 IAJ 年会，不过咱法官协会代表团却无法度参加。主办单位先前明确承诺将协助办理签证及入境事宜，但我方代表最终仍未获得核发签证或入境许可，也没有收到任何正式拒绝通知或理由说明，以至于我方5名代表被迫取消行程。法官协会表示，代表团虽然无得到签证，也是入境许可，嘛无收到拒绝通知，所以团长林依伦法官也是坐飞机到当地，希望进行最后的努力，索取互因原机遣返。到尾也透过捷克法官协会伫会中宣读声明，提出正式的抗议，嘛呼吁 IAJ 建立公正透明的处理机制，防止类似事件搁再发生。安尼外交部是讲，阿国是以一中原则为理由拒绝咱国。相关民间专业协会的交流合作本与政治议题无涉，而亚塞拜然漠视专业，以不当政治力拒绝台湾参与，与国际法官协会所倡导的包容与平等参与原则相悖，外交部对此强烈谴责。其实亚塞拜然甲中国的关系真好，外交部的官网就明列亚塞拜然政府对于台湾无友善，咱国人得到签证有困难，嘛建议旅客尽量避免伫当地转机。咱国伫亚塞拜然嘛无大使馆公认的代表机构，相关事务目前敢若由驻莫斯科代表处来监管辖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